写客文填名私藏嘅風景，作者車宜田，導演人施燕強。也影片係講客按神器製作，利用語音合成技術，係有眾意請多多分享。我屋卡附近有一隻細細嘅市場，細網細，唔過賣嘅東西咩也蠻多，青菜、果子、雜貨、老三富行車，小成頭賣菜嘅人佔來佔去，冚家獨家生嚟嚟細細，幾條街路鬧熱尖尖。差唔多愛到10點鐘嘅，人漸漸散脫咧，就變做一個做得土生人咧，去天天咧行，慢慢咧往嘅細市場咧。記得每日行細時節，接伴我家娘南定來往市場度做生意嘅頭家，大部分係家娘熟識嘅鄰舍、老朋友，而就一路緊行緊打在顧。我每日就本人一路搶，一種在食無停。大擺都對第一攤，滷米攤開始食滷豆腐乾、滷卵，又行去賣泡菜嘅攤咧食泡番薯，過行去南北雜貨攤食豬肉乾，食到青米攤係賣糖嘅，又本頭家搶一大野糖嘅，大擺都食到飽閉閉的。喺家都地每日係有名嘅好叫嘛，見看到佢都會撩佢講，好叫馬上都按得人寫，讓我按好叫，來，我請唔識糖嘅，按部頭時莫叫到太馬上吵人衰木哦，新人呢有糖嘅好食，就歡喜到聽嗲嘅，那有糖太人啲嘅講乜嘅啊？我家娘一禮拜有幾下日，會喺亞細市場地度賣偏食，佢接會講，賣食嘅廚特愛本人懊惱好食，下愛啲的俗話講嘅，秤頭係路頭嘅道理，做生意愛公道，盡量愛做，唔好騙人，人客才會進來進多，才會賺有錢。韓國對待商人客都愛有耐心，老古人講，嫌貨真係賣貨人，莫因為自家無耐心去得失人，嘅就好把跑馬快太咧，也都係家娘做生意嘅困擾。一講做得本人客賣到歡歡喜喜，接過來交幹生意，嘅頭家就做有成功咧。市場度嘅頭家，係佢會用賣嘅東西嘅來顯名嘅，賣乜嘅就按到乜嘅名嘅，像我家娘賣偏食就按到偏食所，賣雞卵糕嘅就按到雞卵糕嘅。當生意好嘅時節，接會嗌老五聽賣，唔同嗌聽顧談，互相照顧。生意唔好嘅時節，就打在顧，淡地做盤料。有上時，佢哋還會用自家無賣得嘅，調換其他頭家嘅東西轉貨，互相來交幹生意。家娘係有存較多嘅偏食無賣得，數攤數好就會一路送電推車，啲市場行用偏食撈其他攤嚟嘅頭家換到嘅青菜，也係肉轉貨卡，那係偏食賣得咧。就用較便宜嘅價錢買當道嘅菜、肉、老果子轉來。上時係豬肉攤無人交關嘅澎台，上時係水果攤無賣得嘅八地，有按道菜、小成頭就唔是轉去市場買菜咧。大擺看家娘帶乜嘅東西轉貨下，就抵得嘅日市場度，萬人嘅生意無依好。係家人老幾聽少，本期做得安心書，攤轉貨下。人講人情好識水甜，清江嘅風景，處地也味。原來細細嘅市場地擺度，唔但搶有黏黏嘅貨品，還抗定大家互相關心，濃濃嘅人情味。